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教会这个系列之前有讲过，教会应该亲像一个心灵的病院，应该是主内家庭。今仔咱要过来分享教会的另外一个功能，是教会应该是见证的团体。咱会分2礼拜，甲大家分享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现主是阮要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有属灵的目睭，会通看见你话语的奥秘，也互阮有谦卑的心。顺探圣神的引带，照你的话去行，来荣光你的名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12节，这是保罗先生写予伊的学生提摩太的话。伫遮，伊特别来提醒伊，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安尼写，讲你要为着真道、真理，征战迄个好的征战，持定永远话。你是为着安尼被调，也要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，已经做了迄个美好的见证。其实伫遮，保罗咧讲为真道、为真理征战迄个美好的征战，其实是指伫运动比赛中间的竞争。虽然拄则所读的台语汉语本，甲现代中文译本拢安尼翻译，讲伫信仰的比赛顶面，你爱尽力奔走，为家己赢到迄个永远的活命，就是为着这个目的，你受上帝的呼召，伫真侪证人的面前公开宣认迄个美好的信仰。使徒保罗鼓励伊学生提摩太，为着这件代志，就是伫信仰的比赛顶面，伊爱尽伊的气力来跑走。意思就是讲，伊爱尽力去走。为什么？是要互伊家己会当得到迄个应该得到迄个奖赏。这奖赏就是永远的活命。咱一定要注意伫遮，使徒保罗真明确。甲提摩太讲，你受呼召的目的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为信仰做见证。咱拢知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，伊被差遣去牧养一间教会，所以保罗一再咧勉励伊，一个传道者爱真清楚家己的职责，就是爱带领正信徒来往永远的活命的目标来前进。这是做一个传道者的职责。要安怎做？就是爱时常公开宣认美好的信仰见证。就时常爱用伊的生命成做一个见证，安尼才会当带领军队伊的人去到永远的活命这个目标。亲爱的姊妹，因为安尼，咱就爱明白，见证这件代志是咱基督徒的本分。咱参与教会生活，就是爱成做一个见证，因为见证会当带来激励，带来愿望。互咱的教会生活更加丰富、更加充实。
我嘛会当大胆安尼讲，一个无见证的教会是死的教会，只有一个有见证、充满见证的教会，才是真正活泼的教会。所以，咱要用2礼拜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。教会就是你甲我，应该爱成做一个见证的团体。首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，就是讲，为什么教会爱成做一个见证的团体？第一个上界重要的理由，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。这是上界重要的原因，耶稣基督命令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所以咱就爱顺探耶稣基督的命令。伊命令咱爱去做见证。我书伫第一讲的时阵，就是心灵的病院的时阵，跟大家分享过。教会是指什么？教会是指一群被呼召来的人，咱拢是被呼召来的人。所以教会就是你甲我。啊，上帝呼召咱出来要安怎？其中有一项上界重要的理由，就是要互咱为伊做见证。咱看到4本福音书中间，拢有提起到耶稣爱伊的门徒去为伊做见证，爱出去传福音，爱有见证。咱来看另外一段吼，这段是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章第8节，伊安尼讲：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充满快乐，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大、甲撒玛利亚全境，甚至到天涯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耶稣讲，圣神会临到所有的遮个门徒，互咱有迄个快乐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而且是去到全世界各国，甚至天涯海角，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可见，做见证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伊爱咱用生命为伊做见证，用咱的言语去分享咱个人的见证，甚至用文字记载咱的信仰故事，去分享咱生命的改变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咱爱做的第一件事。为什么爱做见证？第二个理由，就是做见证是宣扬福音上界有效果的方法。咱知影，咱的本分就是爱去分享福音。要安怎分享福音？通常伫教会内底有几啊种无同款的方法。咱常常会扮演无同款的角色。有的人传福音，哪咧做律师的，就是拢咧为耶稣辩护。当一寡人有质疑咱的信仰，还是对咱的信仰无了解、有疑问的人，咱就一直辩解，替信仰辩解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，检测你会当辩赢，但是对方也是真困难接受这个信仰。有人咧传福音，亲像咧做老师的。当有人问咱讲：你信的是啥物？有一寡人会用一大篇的理论来因讲，结果互因感觉讲，咱的信仰改成是一门真深的学问，甲咱的生命甲生活一点仔关系嘛无。如果假使这个人有耐心听完咱所讲的，可能伊会当增加一寡对基督教信仰的知捌，但是伊嘛无一定会接受这个信仰。
有人咧传福音，那亲像咧做推销员。咧推销员足够推销信仰，因会解说真侪信仰的好处，佮亲像咧推销一个产品共款。因真热诚邀请朋友信主，好亲像咧邀请因试用这个产品同款。这个方法是袂歹，但是常常会忽略一件代志，因为一般人咧推销信仰的时阵，往往只强调信主的好处。一般因袂去讲，信耶稣需要认罪悔改，需要付出代价，需要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。所以，这往往互未信者，因为咱咧推销伊入来教会了，伊发现教会生活甲伊所想象的有真大的落差。第四种是我感觉上好的一种，就是真做见证者。见证者好亲像一个真满意的顾客同款。伊会主动透过伊咧使用即个产品，表现出伊真爱即个物件。信仰嘛是相款，上界有力的会传福音的方式，就是做见证。咱如果亲身经历过上帝，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关联，咱将咱的经验来讲出来。上界好是用咱的生命来表现出来，就吸引别人嘛有同款的心声，嘛有同款的经验。我过去咧牧会的时阵，有时阵会拄到一寡人来甲我分享讲，某咪人有真大的改变，是因为信仰的关系。比如讲，有一个老师。这个老师，伊有一天来到教会，家己来找牧师。伊讲伊已经找遍所有的信仰、所有的宗教，才拢无法度帮助伊。伊心中有真侪苦痛，有人苦劝伊来教会，所以就来试看卖。所以我就甲伊谈。伊讲伊心中的艰苦，虽然外口的人感觉伊真好，但伊心中有真侪只无法度解除的苦楚。所以我就邀请伊来教会参加查经班，参加教会小组生活，参加教会礼拜。渐渐伊经过判当了，伊认捌这信仰了。伊愿意接受耶稣，成做伊的救主，伊就来洗礼。我当然因为这件代志真欢喜，但是事实上，一个人来教会接受耶稣洗礼了，我嘛无法度每一个人拢去观察伊的生活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甲伊共学校的同事，是我的朋友来找我。伊是迄学校的职员，伫教务处工作。伊对我讲：某位老师最近敢是来恁教会洗礼，诚做基督徒。我讲是啊。伊讲这个老师信主前甲信主后有真大的改变。过去去甲教务处咧办代志我拢时常面臭臭。无啥要甲人交叉，真侪代志拢要求真过头严格，互甲伊配合的人真艰苦。但是这几个月来，伊讲有真大改变，甲人咧接触的时阵真温柔，嘛咱替别人想，真体贴，不过去关心别人。后来因的同事拢安尼议论纷纷，讲哇，这个人较尔大的改变，后来较知影讲，伊来教会接受耶稣，成做伊的救主，
生命的改变。我当然因为安尼，我非常欢喜啊。但是到尾伊要离开的时阵，佮我讲一句话害我欢喜的心都沉落去。伊讲牧师我来讲，伊的见证比你讲10篇道理较有效啊。嘛有老母来，因查某囝先来教会，结果老母尾仔来，伊老母一来就我讲，我来毋是要接受这个信仰，我是要看恁教会到底开遐尼厉害，会当将阮查某囝改变到安尼。过去拢做无顺服的，无要听话。最近甲我的关系真好。我想要来看卖，看到底是安怎改变伊的。后来这个老母嘛，信主嘛洗礼，所以个人的见证，真真正正的见证，是真有说服力的。甚至比咱的讲道，比咱去人推销，比咱去辩护，更较有能力。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嘛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教会比设立的大声，教会生活的内容是啥物？咱来看这段，这段是伫使徒行传，伊安尼讲，使徒因咧组织的时阵，是大有能力咧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国话，上帝大大降福，互因每一人。这段记载互咱明白。初代教会的教会生活，主要是见证。使徒伫教会生活中间见证主耶稣基督国话，因为迄是因亲目睭看见。通过这款的见证，去坚定信徒的信心。上帝佮大大赐福予因。咱看见，通过安尼，上帝互初代教会。大大扩大，因为见证是充满能力的。亲爱的姊妹，牧师意爱大家伫教会生活中间，时常分享你的见证。咱伫小组、伫团契中间，拢会当分享见证。特别是，咱可能伫小组中间提出，咱拄着困难，咱拄着挑战。小组其他的成员替咱祈祷，祈祷了，上帝啊，动工，你有感受到上帝的引带？你后一遍来到小组的时阵，你就当分享你的见证、你的体验。这款的分享，就激励大家，互大家了解，咱替别人祈祷，上帝是会动工的。咱来参加祈祷会，毋是参加这中保大祷的时间。大家伫祈祷室内底咧大祷，为了大家的需要大祷。如果这大祷，你写的大祷时间，上帝有来回应，你就会当写迄个粉红仔色迄张的回应卡。亲像你若出去食，遐有一个公报栏，顶面打满了。这粉红色的这回应卡，拢是这需要大祷的代志，上帝来回应了，以一个感谢的心写这回应卡。迄回应卡会当鼓励这大祷者，互阮知影，阮伫内室内底咧祈祷，毋是干那一个人咧祈祷，是上帝。教阮做伙动工，所以这款的见证就充满快乐，互教会的生活会活泼起来。所以见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。接续，咱既然知影为什么要见证，咱就要了解咱到底要见证什么。咱到底要见证什么？
牧师要分三个代志，甲大家分享。第一项，咱来见证上帝伫咱身上奇妙的作为。咱分享见证，咱会当去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迄款奇妙稳定的作为。因为通过这见证，互大家明白，上帝是疼咱的，是搁真搁活的上帝。每一个亲近上帝的人，拢一定会感受到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有真侪奇妙的作为。咱着爱勇敢将伊讲出来。其实，如果你若详细去想，上帝每一天拢有将上界新的稳定赏赐予咱。咱每一天拢会当体验到真侪稳定，会当来做见证。咱看记着诗篇的作者安尼讲，伊讲世世代代拢爱宣扬你的作为，因拢爱传播你大权能的代志，因爱讲起你的荣耀甲尊严。我要传播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讲论你的大权能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因要讲出你的良善，唱歌学乐你的公义。虽然看见到诗篇的作者，伊体验到差不多时时刻刻，已经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大权能，感受上帝的荣耀甲尊严，感受到上帝的伟大。咱来将这个讲出来，表达出来，成做一个见证，来激励别人。在做这款见证的时阵，牧师有一个提醒，就是咱的生命见证应该爱真简单，搁有力。因为有时听咱做见证的人，伊无真侪时间，嘛无真侪耐性，听咱讲真长的见证。所以，咱等于有一个作业，咱每讲拢写一个见证，是新的见证。咱这礼拜所领受的文典，用3分钟到5分钟，会当来讲完的。见证的写法大概是安尼，真简单，就是你拄到什么款的代志，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，然后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？还是别人替你祈祷，还是你家己祈祷，还是有人带你去教会礼拜上帝？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？然后当上帝介入了后，代志安怎改变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每一个人拢会当为主做见证。这款的见证真适合伫教会内外去分享，互已经信的人更加深信，互无道的人会当更加接受。第二项，咱爱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。咱对人做见证，除了讲上帝奇妙的作为以外，咱的确爱将耶稣的救赎恩典，甲永远的愿望介绍予未信者。圣经安尼讲，这是约翰一书的第5章。伊讲，这个见证就是上帝赏赐咱永远的活命。这个活命的源头就是伊的囝。什么人有上帝的囝，什么人就有这个活命。什么人无上帝的囝，什么人就无这个活命。约翰一书的作者，逐日讲咱爱为主做见证。见证的内容是啥物？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，要赏赐咱的恩典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这非常重要。一寡人对别人讲见证，可能只会互人感觉讲咱是一个真好运的人，咱有上帝通倚靠，上帝改变者的，咱的困难会当得到改变。假如每一件代志拢会变作美好，但是其实
伫患难中间有见证。见证上界重要就是透过见证，将咱引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互咱接受耶稣基督。咱应该将这种见证分享给未信的人。以前教会一个兄弟来找我，伊对我分享伊过去一冬所拄着代志。伊讲伊去年拄着3项别人看做真歹的代志。第一项就是伊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得到一个重病，而且是真临时，意料之外。来过，伊一个亲人离开因，搁来过，伊的生理拄到真大的挑战，有损失真济金钱。伊讲别人看起来，伊去年过了真无好，但是伫这3项无好的代志过程中间，伊才真正发现上帝非常疼伊，赐予教义的恩典，互伊会当超越过这困境。而且上帝阁赏赐伊3项真互伊欢喜美妙的代志。所以，伊咧分享这个见证的时阵，我感觉这是上水的见证，因为伊讲，因为伊认捌耶稣基督是伊的救主，所以任何困难无法度拍倒伊。伊一定得到迄个至宝贵的物件，这是咱信仰上界宝贵的部分。咱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。最后一项，就是咱来明白一件代志：最见证的能力是来自圣神。一个平凡的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会当为主做见证，这就是上界大的见证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，使徒行传咧记载，讲圣神充满能力了后，这使徒拢有能力去到全世界各位，为着主耶稣做见证，甚至伫耶路撒冷，当圣神临到因的时阵，彼得勇敢出来做见证，传福音互遐外邦人听。遐外邦人拢真戆影，为什么才会对庄卡加利利来的庄卡人会有这款的能力？因拢是无接受什么教育，足深的教育，无真济的学问的人，竟然会当有这款的能力，传讲信息，而且感动遐尼济人。这就是上界大的见证。咱所有要为主做见证的人，拢爱对圣神得到能力，才有能力去做见证。牧师真心期待，咱教会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成做一个见证者。咱的教会就是一个见证的团体。后礼拜，牧师会甲大家分享，你明装备家己，成做一个见证的人，以及什么款的场合，你会当做什么款的见证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。伫我祈祷了后，咱们来看2个见证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信心、有能力，伫圣神的帮助下面，会当为你做见证。主，这是阮上界大的福分。阮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，应该爱有这款的回应，才会当报答你对阮的疼痛。求主赏赐阮气力，互上人教会才做一个见证的教会。
成做一个充满新约基础的教会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